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相信有上帝的同在，满满的喜乐与平安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要进行亲子礼拜前，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我们，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你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也在我们未来的道路中，我们有主的同行，满有你同在的喜乐。今天主日的礼拜，在开始之前，我们将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专心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用口来赞美你，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主耶稣入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今天的信息诗歌都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将我们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你着专心、专情、专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上大搁第一的诫命。第二个嘛相款，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全部律法甲先知的教示，拢用这两条做根据。我予恁一条新的诫命，恁着三听。照我听恁安尼，恁嘛着三听。恁若三听，众人会对这来知恁是我的门徒。我要走走走，在你光明中行走。
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启示录3章14节到21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天使，说：那位阿们，就是忠实可靠的见证者，那位上帝创造之根源这样说：我知道你所做的，我知道你不冷不热，我倒愿意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像温水一样，既不冷也不热，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富足宽裕，毫无缺乏，然而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多么悲惨可怜。你贫穷、瞎眼，又赤身肉体，所以我要劝你们向我买精炼的金子，好使你们富足；又买白袍穿上，好遮盖你那羞耻的裸体；也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好使你能够看见。对我所爱的人，我都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要悔改。听吧，我正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开门，我要进去，我要和他一起吃饭，他也要跟我一起吃饭。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特权给他，在我宝座上跟我同坐，正如我已经得胜，现在跟我父亲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是记载在启示录。约翰呢，他对老底嘉教会带来了一项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要他们悔改，提醒他们要热心。他当中提到了一个很让人匪夷所思的话，就是我愿你们或冷或热，也不要不冷不热，像温水含在口中被吐出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大家在学校学习状况是什么样子？学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事情，有可能那个过程让我们觉得很辛苦，或是让我们觉得有点不懂。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用不对的心态来到学习的环境当中，不冷不热，就像是带着一个不正确的心态一样。约翰呢，他提醒不冷不热是不对的。那这个不对到底是怎样不对？其实呢，约翰他真正想说的是，不要当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人。意思就是要老底嘉教会他们呢，不要当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教会。教会应该要做的事情，老底嘉教会他们没有去做。他们十分重视自己的财富，因为他们身在一个商业贸易的中心，有黄金，有药，有羊毛，这使他们呢变得非常的富有。约翰看他们这个样子，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就提醒了他们。传道刚刚说，学习让我们感受到困难或是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不对的心态。就好比我们做学生呢，有学生的本分，就是准时去学校，认真听老师的教课，把按时该完成的作业完成。可是呢，如果你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学生，你会怎么做？你可能会上课的时候不准时上课，你可能会迟到睡过头，你可能不会认真听老师教你，你可能不会认真来做功课，按时完成功课，
你可能不会很认真的去看待自己的身份，因为你不知道你真正该做的是什么。而另外一个情况是，也许你的成绩很好，你在学校表现得非常优异，可是你却忘记了，上帝他很在意我们的内心和想法是什么。你用不对的心态去面对上帝，你认为一个好学生就是让你的功课成绩都拿到高分，就是一个很棒的学生，很棒的人，那就不对咯。你应该要做一个学习以及在信仰两边都兼顾的人。你要有一个好的品格，就像上周的主日学故事所说的，要有培养很重要的美德，是信心，也是爱人。有8个重要品德要我们去学习，学习这些品格，帮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那我们呢，就能够培养出一个很好的信仰生活。所以呢，约翰提醒老底嘉教会，不要当不冷不热，也就是没有功能的。同时，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也要提醒自己，不要当一个不冷不热的学生，同时兼顾学习，同时兼顾信仰，做一个上帝喜爱的孩子。老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这一条路有一个名字，叫做朝圣之路。这一条路呢，是所有要去寻找神的人所必定要走的路，它又长又远。而在这一条路的旁边有一条河，这一条河的源头呢，是一个温泉。河流的上面到最后面经过了3个村庄，最靠近源头的村庄是温泉村，接着下来到中间会经过一个不冷不热村，而到河流的最后面会抵达一个叫做活水村的村子。这3个村子呢，分别具有他们的使命，他们呢需要在这一条朝圣之路上面去帮助那一些朝圣者完成朝圣之路。有一天，神呢，他派了他的使者，要去看看这3个村子有没有好好完成神赋予他们村子的使命。首先来到了温泉村。大家好，我是温泉村的村长。我的使命就是让来到朝圣之路的人可以来泡我们村子最高级的温泉，除去身上的疲惫，养足精力来继续前进。你好，欢迎来到朝圣之路，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协助你的吗？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温泉寺吗？是的，没错，我们这边有最高级的温泉。那个温泉能够做什么呢？它可以洗去你身上所有的疲惫。真的哦？那我可以泡吗？当然没有问题，请跟我来。好。果然是最高级的温泉。哎，看来温泉村有好好的完成使命。这个使者呢，他在这个温泉村感受到了被补充到体力，他的疲惫呢也被拿走。他心想，这个温泉村有好好的按照神所吩咐的来完成，他非常的满意，走向了下一个村庄——不冷不热村。大家好，我是不冷不热村的村长。我们这边有卖很多东西，有药材，有木材，
有石头，有黄金，还有食物。哎，反正我们这边卖很多东西，欢迎大家来这边跟我们做生意啊！哎，这位客官你好啊，我们这里有卖很多东西啊，看你是要买黄金、买食物，还是要买什么有的没的，通通都有啊！来，随便看，随便看。你们这里只有在卖东西吗？不然还要怎样？你到底要不要买呀？借我过一下，我没有什么能够对你们说的，真是对你们太失望了。什么啊？不买东西就不买东西嘛，莫名其妙。离开不冷不热村的使者，他感到非常的难过和失望，以及不满，因为不冷不热村的村民以及村长没有好好的完成神所嘱咐他们应该完成的使命。他决定等到他考察完第3个村庄活水村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件事情回去告诉神。于是呢，他继续前往活水村。大家好，我是活水村的村长。我们是朝圣之路上最后一个村庄，我们的使命就是提供活水，让朝圣者解渴，补充体力。欢迎有来到这边的朝圣者，一定要享受一杯我们这边特有的活水。亲爱的朝圣者，你好，欢迎来到活水村。这里就是活水村？是的，没错。我听说这里有一种喝的东西叫做活水。哦，对，那我能够喝一杯你们这边的活水吗？你一定要试试我们这边的活水。喝了有什么功能啊？我蛮好奇的。不但可以让你解渴，还可以补充体力。哦，好啊，麻烦你让我喝一杯活水。没问题，这里就有一杯活水。我全身充满了力量，谢谢你。不客气，继续前进吧。使者呢，离开活水村之后，他感到非常的满意，因为呢，他看见了活水村的村长按照神所嘱咐他的来完成了这个使命。他使朝圣者在那里得到解渴，并且恢复体力，最后又给予关心。但是不冷不热村，他们竟然完全忘记了这个重要的使命。使者非常生气，也非常的难过。于是使者回到了神的身边，告诉神：神啊，不冷不热村他们完全忘记你嘱咐他们应该要去做的使命啦，而且他们竟然开始在那里买卖东西，也不告诉别人应该要去哪里，应该怎么走。神呢，知道之后，便叫了他的儿子，叫他儿子来找他，要给他一项任务。儿子，你去帮我看看不冷不热村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天使会跟我说他们没有完成自己该做的使命呢？你下去帮我看看。你们这个要大声一点哦！你们唉，这就是天使上来禀报不冷不热村的状况了，真是让我太生气、太失望了。我必须好好的告诉他们，他们错了。哎呀，这位客人没有注意到你啊！来，看看我们这边的黄金，我们这边的药草，还有我们这边有……住口！不冷不热村的村长，你们难道已经忘记你们
不冷不热村在这里的使命了吗？什么使命？村长，不冷不热村在这里的原因，就是要告诉朝圣者要怎么前往活水村啊！你难道不知道前往活水村的道路非常的崎岖难走，很多人在那里迷路吗？你们却只记得要在这里做生意，真是让我太失望了，太失望了。可是我们这边，你们这里，对，你们这里确实做了非常大的买卖，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有钱，你们赚了非常多，但是你们看起来是有钱，其实你们内心是穷困潦倒的。你们看起来健康，其实你们生病了。就在今天，我要收回这些你们以为你们拥有的一切。什么？我的黄金呢？我的橘子呢？怎么都不见了？哎呀，我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知道错了，请你不要这样子惩罚我们。故事就说到这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到不冷也不热，不冷也不热，不代表你要热心或者完全的失去热心。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其实最上面的源头跟最后面的这个活水村温泉村跟活水村，它们具有不一样的功能。一个是帮助别人在温泉当中得到休息以及养精蓄锐，另外一个是帮助人们可以在那里得到休息跟解渴。那中间的人呢？不冷不热村就像是老底嘉教会一样，他们的使命就是指引，告诉别人要做什么。老底嘉教会他们呢非常的有钱，因为他们那边是贸易中心，他们有3样重要的产品，也是他们的特产：黄金，第2个呢是羊毛，第3个是药，这个药能够医治眼睛。这3个东西使他们呢在那里成为了商人来往的地方，很有钱。教会也因为附近城市的有钱而变得非常的强壮。大家看老底嘉教会都认为老底嘉教会就是教会界的榜样可是是这样吗？约翰他看穿了，他知道他们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热心了，他们不对，他们虚有其表，他们所忙碌的那一些全部都是徒劳无功，那一些钱财那一些名声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内心渴望上帝有没有热心约翰说，耶稣呢，他要来敲我们的门。当我们听见的时候，开门，耶稣就要来到当中，与我们一起吃饭，分享他的爱。可是我们要怎么听见呢？就是我们要非常专注，我们要非常认真，我们要非常的投入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我们所听的那一些事情放到世界上，也就是所谓的这些老底嘉教会所犯的错误当中，那些钱财那些名声那些渴望那些世界上的物质生活满足自己欲望这些等等的，我们就会没有其他的心力专注到耶稣他的身上。那我们怎么能够及时去开门呢？所以约翰他提醒了，要悔改，要热心。若没有悔改，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错误。如果没有热心，那在这个追求神、跟随神的道路上面，我们会走错。所以这是相辅相成。而约翰也带来提醒，希望各位孩子们、各位小伙伴们，可以借着今天的故事，
来发现，来去反省，来去意识到自己有没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那如果有呢？有，你可以悔改，你可以觉得不对，然后来改变它。任何时候呢，你就将再重新站立，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跟神恢复关系。愿今天的故事以及上帝的话语帮助大家。让我们一起来读本周金句。你要热心，要悔改。启示录3章19节。你要热心，要悔改。启示录3章19节。第二，热心，第二，欢会。启示录3章19节。第二，热心，第二，欢会。启示录3章19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感谢你，借着你的爱，纵使我们有时候软弱无助，做错了事情，你对我们的爱仍然不离不弃，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再一次来跟你修复关系。请你帮助孩子们能够有智慧，能够去了解到自己哪里做错了，也让我们有悔改的勇气，让我们能够改变自己，也让我们有一颗热情的心，继续的来跟随你。我们将一切的礼拜，还有我们自己，都献上感谢。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的天杯，满里面写列高领港，愿基督家，你的你祈求你听，我的是给那里好啊，下面挖一个就是下面个湖外人，我第三晚第七，就叫我他也拍个关联，应该老师的手大大不记啊。嗨，各位小朋友和家长，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游戏。那木瓜哥哥呢，要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游戏会用到扑克牌，家里没有扑克牌的话，你只需要准备1到10的数字的图卡或纸卡，然后自己把它裁剪成大小一样的形状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等一下呢，就是在选牌的时候，背面要是看不到另外一边，所以如果你在写数字的时候，不要用奇异笔啊，或那种会很容易透过 A4 纸的那种笔来写，你可以用铅笔，然后轻轻的写。如果要自己制作的话，那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呢？这游戏叫做数字炸弹。我们等一下呢，就是会抽一张牌，你自己不知道这张牌的数字是什么，
抽起来之后，你就是一直维持做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就是你的数字会在额头上面，然后你对面的人看得到你的数字，那我也看得到对面的人他手上的数字。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轮流喊数字。那喊数字呢，就是从1、2、3、4、5这样往上喊。那喊到10的下一个呢，我们不是会喊11吗？我们不要喊11哦，我们直接轮回到1。所以1、2、3、4、5、6、7、8、9、10，然后再轮到1、2、3、4、5这样子轮上去。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就是当我喊出来了一个数字跟我头上的数字有一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结束。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输了。好，所以这个就很像一颗定时炸弹。或者说不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在你的头上爆炸，那就是当你喊到自己的数字的时候，它就会爆炸。所以这个游戏就是要避免喊到自己的数字。好，那游戏的还有一个规则，就是等一下我们轮流喊数字，我先喊，再换对方喊，对方喊完再换我喊。如果我喊1，那对方当然就只能从2开始喊。如果他喊2的话，我就只能从3接续喊下去，就是一个接龙的状态。但是有一个规则是，你可以每个人呢可以喊最少一个数字，最多喊到3个数字。如果对方喊了2，我可以喊3，那我也可以喊3、4，我可以一次喊到4、3、4。然后我也可以呢，最多我可以一次喊3个数字，我可以喊3、4、5。好。然后如果我喊3、4、5的话，那当然换对方就要喊6，从6开始喊。所以每个人轮到自己的时候，你可以喊最少一个数字，然后最多喊3个数字。但是你不可以跳过不喊，除非呢你使用了一个我们这里呢等一下会准备每个人有2次机会，你可以跳过。那你跳啊，如果你觉得好像快要爆炸了，你就使用这张牌，你就可以跳过了。那如果你2张都用完了，你当然就无法再跳过了。好，那我们最后呢，那个在头上爆炸的那个输家呢，等一下会有一个惩罚。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进行这个游戏的开始吧。好，现在游戏开始咯。那由我跟我的小助手，我们来示范一下。我们先抽一张牌，然后不要看的情况之下，直接拿到自己的额头上。但是我可以看到小助手的牌，小助手也可以看到我的牌。好，那现在由我开始，从1开始喊哦。1、2、3、4、5、 6、 7、 8。我要用功能牌，我可以用功能牌，对不对？对，可以跳过，对不对？好，小助手打出一张功能牌，就翻开来就好。对，好，打出功能牌，所以我跳过是从哪里开始？所以我刚刚喊8，小助手跳过，所以又轮回到我，所以我要接着我的8继续喊，那我就喊9、 10、11、12。好，1、10、1、2，就是没有10、 10、1、2、1、2。好，我觉得有点危险，所以我也打算先跳过一下。好，那所以你跳过之后换我。继续。3、 4、 4、 3、4、 5、 5，好，换我。6、7、8。我是不是赢了？大家看一下自己的牌。我爆炸了！哇，我刚刚没爆吗？没有。刚刚呢？刚刚是我好，刚刚我喊8之后，本来小助手喊9，它就会爆炸，结果他就使用了跳过牌。然后你就喊9。对，然后我就喊了9，这样子。哦，这样大家都知道怎么玩了吗？耶！那现在呢，我们是进行第2回合，一样，一开始我们先各自抽一张牌。那这次我故意先把1拿出来，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先从1开始喊，我们不希望马上爆掉，就太无聊了。好，那抽完之后，嘿，等一下，好，我先混进去哦。嘿，
我危险吗？我危险吗？好，那现在谁先？刚刚是我赢嘛，所以我先。好，你先。1、2、3。木头嘞。4、5、6。大家看一下自己的牌。什么？你也太快了吧！好，我们要进入。那我这样，我们要进入什么环节了？惩罚环节。惩罚环节。好的，各位小朋友，木瓜哥哥输了，爆炸，2次都是我爆。好了，这次第2张是这张6嘛。好，那我的惩罚很简单哈，每个小朋友都有办法做这个惩罚，就是你让这张爆掉的牌在你身体上的某个地方，不能放在手哦，比如说放在头上啊或肩膀，然后你呢不能让它掉下来的情况之下，要跳完一段舞。好，这一段舞哈，至少10秒钟，好不好？这样才有惩罚的感觉。好，那木瓜哥哥决定来挑战，用我的前胸。预备，开始！掉了。如果掉了的话呢，你就要诚实哦，自己再重新来接受惩罚。这次换头上好了，头上比较简单，好不好？因为木瓜哥哥平常有在训练头部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周的游戏就到这里，拜拜。因应疫情，我们依旧维持线上亲子礼拜，欢迎礼拜天早上9点与我们一同在线上敬拜上帝。9点半，邀请大家依照自己的年级进入幼儿园以及低、中、高年级，还有国中组的线上 Meet 小组，与同学们一同分享。本周读经范围：圣经启示录3章14到21节，启示录3章14到21节。阿尔法儿童圣经朗诵比赛，本届赛事因为疫情采录影参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详细报名资讯可参考报名简章。大家平安，这边有一个活动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我们的儿童营在10到12月，10月23号音乐律动营，11月27号科学小达人营。12月25号体能运动营。报名资格：幼儿园到国小6年级。活动时间：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半。在同一个时间，也有我们的幸福家长成长班，欢迎家长一起报名，跟小朋友一同在教会里面快乐的学习，一起成长哦。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快乐儿童营，欢迎你！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祈祷。感谢父神，让我们因着疫情仍然能够透过线上来聚会，求上帝保守孩子们能够在现在的学习当中有你所带来的智慧，在我们去学校的路上有你所带来的平安，也保守我们在等一下的 Google Meet 分组当中，我们能够来有好的学习和分享，保守我们以下时间，我们将这一些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